枯索寓言，餓來了。從前有一個好靚嘅小池塘，住咗一班鴨仔。池塘周邊呢，有小澤圍繞，仲有茂密嘅紅樹林作為屏障。狗來了，上集。喺好耐以前，有個好大嘅王國，嗰度嘅國王疑心極重，佢好驚國民見到唔同嘅顏色就會表達到唔同嘅意見。狼來了，佢哋銘記古代狼族恥辱嘅歷史，奮發圖強，竟然成功建立咗一個強大嘅狼國，佔領咗地球一半嘅地方。好，各位酷象天下事嘅朋友，大家好啊！我哋又嚟到同大家見面啦。咁啊，我哋頭先咪後嘅時候喺度講緊啦，啱先嗰個禮拜有啲咩新聞係值得去同大家去探討咧？咁樣樣。咁其中一個喺社交平台上面比較多人去轉載嘅一單新聞咧，其實就應該係郭家麒醫生啊，即係佢曾經係公民黨嘅成員啦。咁就由於即係俾政府迫害啦，咁啊最終咧就有咗個結果出嚟啦，即係俾醫委會嗰邊咧就釘牌。咁所以咧佢就出咗個貼文啦，又2日之前嘅錄影嘅時候，咁就交代翻件事件啦嚇。咁就比較係即係明顯嘅信息咧，就係話佢係一個即係君子啦，佢係冇去即係屈從於政權嘅要求啊，即係一種好忐忑嘅心態，就話我唔去即係同你去舐屎忽㗎啦啊！咁就話俾人，即係佢好清楚話俾大家聽，而家時局就係咁樣㗎啦啊！有教師啊，唔能夠執教鞭啊，社工又唔能夠協助到有需要嘅人，律師都唔能夠即係從事到法律嘅工作，咁所以咧佢就即係被褫奪咗呢一個行醫嘅資格啊，咁就即係呢個貼文咧，其實就分享嘅人咧非常非常之多啊，都有成1000幾人嚟到去分享啦，咁啊有成9000幾人嚟到去like嘅，咁所以其實就大家見到咧，即係大家對於即係被政府迫害嘅人咧，其實都係一種好即係深表同情嘅即係態度啦嚇。咁就我哋今日就揀咗呢一單新聞做我哋第一節嚟到去同大家探討。咁啊，我哋不如事不宜遲啦，咁啊將個時間交俾阿鐘 Sir 同我哋做一啲嘅分析。唔該，鐘 Sir。就咁講啦，阿郭醫生咧，好多人都識佢，我哋都認識佢，即係佢個人係點樣，大家都有概念嘅。即係過去佢喺立法會議員嘅身份嘅時候咧，即係基本上咧就我哋睇到佢嘅對呢個民生嘅關心啦。佢作為一個醫生，犧牲咗自己執業嘅時間進行呢個政治工作，一直以嚟咧都係為香港人即係發聲啦，爭取民主啦。咁亦都事實上咧，佢喺公民黨咧亦都代表一種專業嘅聲音。公民黨係大狀黨啦，喺個黨裏邊咧亦都有即係一位醫生咧，亦都可以即係從一啲唔同嘅角度咧，令到個黨咧更加能夠即係代表到更廣泛嘅階層咯。咁我覺得即係佢最後坐咗幾年監，大家都知咩事啦。47人案，47人案咧就從一開始我都係咁講噶啦，我到而家都咁講噶啦，根本就係一場政治冤獄啊！咁啊好啦，咁啊坐咗幾年啦即係而家出翻嚟咁。醫務委員會咧，竟然就即係成為呢個政府或者政治權勢嘅打手，進行呢個後續迫害。咁咧就竟然咧就宣布將佢無限期停牌。咁個問題就係話，你睇翻過去香港醫委會嗰啲所謂紀律聆訊啊、專業聆訊啊，即係一向俾人嘅印象就佢本身咧就相當之鬆嘅。對於嗰啲即係違反醫德嘅醫生濫開藥物或者話即係亂寫醫生紙嗰啲醫生咧，基本上咧佢哋就即係甚至明顯嘅醫療失誤咧，都係停牌1年半年咁樣。但係呢次咧就即係基本上用咗啲政治標準，跟呢個政權咧沆瀣一氣，然之後咧就對即係郭醫生咧即係作出一個無限期停牌嘅裁決，咁就要佢即係呢世都唔使做醫生啦60幾歲人啦咁我覺得咧就即係相當之可恥咯。我哋都明白一個專業組織咧，其實一個呢個現代社會嘅專業組織咧，代表咗一個社會學上嘅所謂專業理性啊嘛。即係話有啲好重要嘅社會環節，我哋覺得佢嗰個裁決、佢嗰個行為、佢嘅判斷同埋佢作出嘅決定咧，係唔應該受呢個即係政治權勢影響嘅。
咁一旦呢啲咁嘅決定受權勢影響嘅話咧，就會出現好多荒謬嘅事嚇，即係發展埋啲冇人要去住嘅咩雄安新區啊嚇，即係某餐萬斤係可行嗰啲咁嘅決定。咁所以咧就即係，但係而家醫學會啦、醫委會啦嚇，基本上咧就用個政治嘅理由，就對阿郭醫生咧作呢個後續迫害。咁我個人咧覺得相當之可恥咯。咁正如阿郭醫生喺貼文中講啊，而家香港已經出現個處境咧，就係做社工唔能夠幫人。我哋已經知道啦，有社工被除牌，有社工曾經因為去到示威現場，意圖緩和氣氛，而家坐緊監。亦都有社工咧，因為代表啲基層嘅群眾發聲，因而咧就被釘牌、被炒魷啊。教師就唔再講啦。幾年前楊國雄已經開始利用教育局嘅權喺呢個制度上嘅優勢啦，主動係將好多教師釘牌。呢啲教師咧就主要講事實啫。咁而家咧香港教師咧好多時係被逼講一啲即係違心嘅説話，為政權塗脂抹粉，或者話扭曲事實嘅所謂歷史。咁所以郭醫生講法就係想教書嘅唔能夠教書，想幫人嘅唔能幫人，想醫人嘅唔能夠醫人。嗱，呢啲咧就係香港而家社會嘅一個好清楚嘅事實咯。咁我覺得即係最令我哋感動嘅咧，就郭醫生嗰日喺佢嘅貼文裏邊咧，即係佢都仍然都相當之硬朗咯。即係講到即係喺個荒謬嘅時候咧，咩事都發生，大家都預咗噶啦。佢仲話即係叫大家唔好沮喪，唔好傷心啊！仲跟住表明心跡咧，就會繼續以幫助別人為佢嘅己任。咁我覺得即係對阿郭醫生咧，即係十分之敬佩啊！咁即係我希望郭醫生生活愉快啦，但係同時咧都必須都要對呢個香港醫務委員會咧作出嚴厲嘅譴責。一個咁嘅專業組織咧，親手自己葬送自己嘅專業自主，甚至咧就毫不掩飾咁作為一個權勢嘅政治打手，呢個係相當之可恥嘅，亦都係對專業嘅一個極大嘅侮辱。如果每一個專業都係咁嘅話咧，香港作為一個文明城市，本身應該有個理性基礎咧，就會逐一倒下。咁當呢啲文明嘅標誌一倒下之後咧，香港嗰個賴以成長、賴以發展、賴以繁榮嗰啲即係制度性因素咧，就會慢慢即係一個一個咁失去㗎啦。咁所以咧，其實對香港造成嘅損害咧，就即係好大嘅啊！即係我哋個制度係咪而家可以容忍一啲即係收紅包、貪污腐敗，或者話早輪有個醫生將啲病人嘅相片同資料放上網，又冇事㗎喎啊！即係點解會咁嘅咧？咁我覺得醫委會咧欠社會一個交代咯。嗱，曾 Sir 講嘅部分我盡量都同意，咁同埋你講到關於醫委會本身究竟喺成件事究竟其實係唔係充當？我如果你問我，反而我會比較偏向係其實佢係充當政權嘅打手。點解咁講咧？第一樣嘢係，如果我相信香港仲有所謂一國兩制，咁專業組織應該係根據一個獨立嘅判斷，一個專業嘅判斷。或者甚至係一個其實嗰個醫生係咪除牌？如果你睇翻以往即係醫委會，你坦白講要睇翻以往醫委會所謂除牌咧，都係一個好短期，可能都係一個幾年嘅一個懲罰，而唔係一個終身停牌嗰個決定。咁好肯定終身停牌決定咧，其實就同雲福苑大火裏邊一啲志願組織諗住幫災民上樓攞嘢，但係最終嗰啲志願組織都用唔同嘅理由，一啲不可抗力因素係即係要即係唔可以咁做嘅一個情況都係一致。咁所以我諗呢5年嗰個變化咯，有一個即係比較即係長遠角度去睇咧，咁我好相信即係阿郭醫生面對住而家呢個即係政治現實咧，都唔會有一種覺得即係政權會即係憐憫佢啊，政權會即係會放過去。咁當然你話而家香港嘅情況，即係每日都面對住呢一啲咁嘅新聞，呢啲咁嘅消息。究竟我哋用咩態度，用乜嘢心態去到睇呢啲新聞，去到即係消化呢啲信息？即係究竟每一日係唔係即係當然你話見住一個政權令到成個香港淪亡，或者淪陷，或者甚至係即係腐敗，咁
可能身邊我哋做唔可以做嘢真係唔係好多嘅。咁但係我哋能唔能夠從我自己內心或者甚至從我哋自己觀感上面去做一啲部分？第一個城市嘅墮落，即係當然政權係一個好重要角色啦。咁但係會唔會反而我哋將嗰個焦點係放翻自己嘅生活啊，放翻喺你身邊周圍嘅人、認識嘅人、一啲值得幫嘅人、一啲值得係支持嘅人，而唔係成個城市本身嘅現在未來嗰個情況？點解咁會咁講咧？即係我諗呢一輪，即係我自己都嚟到英國都已經差唔多5年時間啦。咁諗究竟呢5年我自己可能我哋呢個主持，即係其實喺英國我哋即係究竟做呢個節目各方面一定有個意義喺度嚇。即係當然我做呢個節目唔會妄想到就係話一個節目能夠改變成個社會、改變人啦咁樣。咁但係我諗作為一個歷史嘅記錄，或者作為一個即係多一把聲音講一啲即係批判政權嘅説話，多一把聲音去到肯定仍然喺香港嘅朋友佢哋做嘅嘢，佢哋講嘅説話係有唔單止係人話啦，甚至係即係仍然都係一種堅持原則，堅持住做正確嘢嘅話，我覺得就算你話只係一個平台嘅節目，其實都好重要。正正可以今日我哋開咪之前諗下，究竟做咩主題？咁我會覺得，咦，郭醫生一定要講喎，因為即係我諗，如果郭醫生出咗個貼有即係咁多人去和應啊，咁多人支持佢，咁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信息俾郭醫生，覺得即係唔單止仲有香港嘅朋友，甚至喺海外香港嘅朋友仍然都關注留意佢做啲咩嘢。咁我覺得其實已經真係好夠噶，已經真係好夠噶啦嚇。咁當然啱你講到係一啲專業嘅人士，就算即係佢涉入到一啲可能47人案啦，涉入到同2019年有關嘅事，咁同樣我都認識一啲朋友，亦都講到就係話佢亦都因為受到投訴啊，或者甚至係即係俾機構即係俾機構亦都係被逼要即係辭退啊、離開啊咁樣，都好煩惱佢自己即係未來嘅工作各方面。咁每一日都可能會發生呢一啲仍然香港嘅朋友仍然都可以咁講啦，唔死心啦，或者甚至係即係其實我已經都即係正常生活㗎啦，咁點解仲搞我咧？點解仲投訴我啊？各方面，咁呢一度就正正就要發揮翻香港人嘅互助精神，點樣喺呢啲困難時刻，即係能夠係令到呢一啲受迫害嘅朋友、受迫害嘅一啲即係香港人，佢能夠仍然喺香港有限空間裏邊啦。即係唔單止可以即係生存到，甚至係能夠係可以繼續，好似我成日好中意阿黃秋生嗰句説話，就係話我係可以繼續挺起胸膛、挺起胸膛繼續做人嚇。我哋能唔能夠即係政府即係唔做嘅嘢，或者政府應該做嘢唔做嘅嘢，香港嘅朋友能夠繼續喺我哋有限嘅資源空間裏邊繼續做。去到唔單止保護呢一班即係朋友，甚至係令到呢一班人可以繼續喺一個即係安全啊，喺一個即係令到佢哋能夠發揮佢哋所長嘅空間裏邊繼續做。咁可能呢一啲好日常生活嘅一啲部分咧，可能比起即係佢哋即係出咗嚟之後，佢哋仍然堅持自己咁，但係跟住之後生活點？跟住之後佢哋各方面點嘅話咧，其實都好重要。咁最嬲尾啦，即係啱你講到即係郭醫生啦，我都想講就係另一個我哋都認識嘅朋友阿毛姨姨啦，阿毛萬靜啦。咁即係雖然即係佢仍然仲喺香港生活啦，咁但係仍然都喺網上面即係翻佢即係教英文啊，或者有時有一啲英文嘅一啲題目俾大家去玩啊，俾大家去即係猜啊，或者各方面咧，其實都係一種大家都留意到，都係一個形式啦，唔單止係即係社交媒體
大家互相嘅互動溝通啊，其實都係一種對佢嘅一種支持。咁所以千祈唔好即係覺得即係網上邊俾個鼓勵俾個支持係一件好微不足道嘅事。其實可能最積塔成金嘅話咧，咁其實發揮嘅嗰個鼓勵作用係可以好大。即係我補充咁啊，即係我即係而家問題就係，即係你唔好睇少啲專業界別被政治權勢支配之後造成嘅損害嘅，即係每一個人都受緊損害嘅。你諗下，你啲細路仔返到學校上堂，教佢嘅變成一啲中共式嘅政治宣傳、洗腦、扭曲事實，即係文革唔講得，六四唔講得，即係你諗下幾可怕。你對一個人嘅性格成長幾可怕，但係而家已經普遍存在呢個現象，教師不是教師，教師做緊政權嘅傳話人，咁呢個係好可惜，好可惜，即係連大學都係咁喎。或者我諗下社工應該幫人嘅，但係而家問題就你見到嗰啲即係宏福苑一會一社工，嗰啲社工咧係要點話幫政府說服啲市民接受政府嘅方案，阻止佢哋去連結，唔俾佢哋開居民大會，係做啲咁嘅嘢嘅。咁你諗下呢個社會變成咁嘅話咧，其實相當之可恥，相當之可怕。所以我覺得郭醫生嘅例子咧，只係一個喺醫學界發生嘅事，即係證明咗即係而家呢種對專業嘅侵蝕啦，其實即係無孔不入。所以造成嘅損害咧，我覺得香港人咧唔好輕率咁睇咯，事實上係相當之嚴重咯，我覺得。係，尹 Sir。係啦，咁我都即係試下從歷史上面去分析。我冇記，得聽到而家得。係嗱，我哋都嘗試睇一睇個歷史啦。咁啊，其實咧，我哋以前都好詬病，就係香港有所謂嘅親疏有別啊。咁啊，我哋但係而家睇翻轉頭咧，親疏有別其實已經算係一個好溫柔、好溫情嘅即係狀況啊。起碼佢都仲當你係人啦，係咪先？咁但係去到而家嘅話咧，其實香港係處於一個即係以政府為例嘅話咧，佢係專門係從事一個政治鬥爭啊。即係總之你屬於另一個陣營嘅話咧，佢一定要你係活得即係不好過嘅嚇，即係要令到你係連工都冇埋啊！即係生活又搞唔掂啊咁樣。咁所以其實你睇翻嘅話咧，其實點解去到而家2026年嘅時候會發生呢一單嘢咧咁樣？咁我哋睇翻就係譬如舊年嘅話咧，其實已經嗰啲即係所謂嘅建制派啲 KOL 咧，已經係好針對郭醫生噶啦。譬如話舊年嘅時候咧，有啲 KOL 咧，其實佢已經係出咗啲貼文咧，就話你睇下。何俊仁啊，嗰啲大律師咁，因為違反國安法已經被除名噶啦。陳龍秀呢啲咁嘅社工都被除名咯。教師違反國安法又除名咯。咁點解得翻阿郭家麒係安然無恙咧？咁樣咁佢哋就話：喂，佢失德醫生嚟嘅喎，政府係咪包庇佢啊？呢一班係即係嗰啲所謂嘅專業嘅漢奸嚟嘅喎，喺度搞壞香港嘅民生咁樣，佢哋就強迫政府一定要將佢去除牌。咁所以件事咧，去到而家就卒之發生咗啦。即係話你會發現，即係只要係即係落咗呢個網裏邊嘅時候咧，其實你最終都係唔能夠即係要被所謂嘅繩之於法啦。即係而家佢最新嗰啲嘅即係講法，咁無一係被幸免嘅。咁所以但係問題咧就睇翻，即係既然係政治鬥爭嘅時候咧，其實換句話嚟講，其實佢哋係唔可以係即係冇呢個必要嚟到做呢樣嘢噶嘛嚇，即係冤獄嚟噶嘛。咁所以其實即係好多即係我哋嘅同道人啦，又或者係正常人嘅話咧，就會知道哇呢樣嘢其實唔合理嘅喎。咁譬如話有啲係即係俾阿郭醫生醫過嘅朋友咧，都話其實郭醫生係非常非常之專業。就算哪怕係小手術都好嘅話咧，其實郭醫生都能夠喺全個過程裏邊咧解釋得好詳細啊，甚至乎係即係同你講完醫生即係醫務嘅嘢之後咧，都會令同你去閒話家常啊，令到你作為病人嘅話咧係唔會緊張啊嗰啲成。咁所以其實喺成件事裏邊，你會發現咧，即係喺你站喺唔陣營裏邊，即係站喺唔同嘅位置睇件事嘅話咧，佢個結果係自然不同嘅。即係正常人嘅話咧，發覺個正常人醫生一個好仔細，但係問題如果你係屬於即係對方陣營嘅話咧，佢就要將你批鬥得死去活來。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可以從郭醫生呢一個事例上面咧睇得到香港係處於一個即係政治好嚴峻嘅即係狀況，政府係
每一件事都係以嗰個政治鬥爭嚟到去做一個嘅取態，咁亦都説明咗香港政府而家係唔會同你做一啲咩嘅有利民生建設㗎啦，基本上全部都係即係以政治鬥爭嚟到去即係做自己嗰個嘅即係主要工作啦嚇，咁所以香港嘅情況咧，而家就墮落到咁樣咯。啱頭先有時候講到咧，就諗起有時候會用內戰作為一個譬喻啦咁樣。咁當然其實作為特區政權咧，其實好喜歡或者好中意呢個內戰，因為正正可以透過內戰咧，佢可以繼續同北京政府咧可以攞更加嘅維穩費啦。咁啊亦都可以透過內戰啦，可以係用非法嘅手段啦，去到褫奪佢認為要針對人嘅任何即係權利啊。咁你無論見到一啲政治犯啦，或者甚至而家嘅一啲所謂公共政策，咁有冇公共政策討論咧？咁即係如果你話公共政策討論，最啱你講到就係呢一個即係即係呢一個即係賭波係啦。之前賭波突然間又唔知點解又冇咗，咁你人都會覺得就係話呢個政府每日都係撩事鬥非啊，即係甚至啱呢個星期，即係關於由張敬軒事件講到就係話要一啲即係俾人插雜咗牌，咁但係又唔起訴嗰班。咁我有個以前學生就收到㗎啦，就係話即係上嗰啲即係吃喝玩樂班啦，跟阿軒公咁嗰樣嘢。咁而家呢個政府就係喺度有權有勢有資源嘅，唔係不務正業咯，喺度拗錢使咯咁樣。咁然之後即係要解決嘅，即係可能係呢一個即係經濟啊、民生問題啊，就乜都唔理。咁所以即係我又唔想成日重複話啊要自求多福啊嗰樣嘢。咁但係即係我諗喺香港朋友面對咁嘅情況，點樣令到自己唔會受到嗰個環境嗰個衝擊咁大啊？咁我覺得反而係一樣即係要諗嘅地方咯，要諗嘅地方。即係你話哦，我唔理啊，我唔講啊，係唔係代表冇事？咁當然冇可能係一個咁嘅情況啦。咁交翻俾阿鍾 Sir。即係個問題就係而家呢種咁嘅玩法啦，除咗話有啲流羅，有啲即係義和團式嘅人物，不斷喺度鼓吹、不斷做之外啦，你好多網上有啲咩人嚟嘅？即係喺大量40年前都睇唔到，仲要即係做呢啲咁嘅事嚇。咁啊，過百萬個電話打入嗰個國安熱線裏邊玩呢啲咁嘅揭發同批鬥，呢啲係真係好可恥嘅行為。呢個大家固然係啦，但係都唔好忘記啦。即係就算由而家有啲咁嘅鬥爭啦，呢啲咁嘅對香港嘅破壞咧，來自個政治嘅最高層嘅。你睇到即係點樣去針對呢個一權書館？我都講過啦嚇。或者話啱啱早幾日前喺個咩所謂全民國家安全教育裏邊，夏寶龍話而家仍然有啲人用呢個宏福苑事件嚟個借災亂講咁樣。咁呢啲做法，即係老實講到今時今日，你仲咁講？即係擺到明，你就係要即係由上至下發動，由下至上去呼應，去搞一啲對香港全面嘅破壞，呢個先係事實咯。咁所以國家起身呢件事啦，固然啦，有常已經講咗啦，有啲人唯恐天下不亂喺度搞震，即係喺度即係撩事鬥非，但係同時咧，醫委會嗰班高層咧，事實上亦都難辭其咎。你作為一個專業組織嘅守門人，你放棄自己嘅即係作為一個專業身份係有凌駕性㗎。你作為一個專業身份嘅放棄，然之後去遷就個政權，配合個政權，去作出一啲政治打壓。香港真係好少聽到話有醫生被永久除牌，好嚴重嘅事件都係停1年半年嚇。咁但係而家永久停牌，即係我會覺得阿郭醫生，根據我對佢嘅認識，我覺得阿郭醫生都唔自在。但係問題，就算佢唔自在都好，我覺得個問題都係我哋要記住同埋要大書特書嘅。即係呢件事本身咧，係整個醫委會葬送自己個專業身份，呢個先係最重要啊！醫委會正式話俾我哋聽，佢以後會做咗政權嘅打手啊！以後嗰啲失德醫生收紅包，將啲病人想放上網啊，揭露咗病人私隱，喺手術過程非禮嗰啲啦，就冇事㗎啦會啊！然之後咧，
即係甚至係會騎劫咗呢個醫委會嘅制度咧，我嚟打擊一啲即係敢於講真話、敢揭露真相，即係李文亮醫生嘅例子咧，喺香港遲早會發生㗎啦，我相信。嗱，其實你會見到咧，就係話香港地咧，而家嗰個即係政治咧，係不能夠得到舒張嘅，因為其實所有嘅公營機構啦，所有嘅專業團體咧，其實都做緊一啲不正義嘅嘢嚇，咁啊，即係正義呢樣嘢，其實當佢被踐踏嘅時候咧，你就會發現呢個喺人們嘅口中，正義咧其實個標準就會變得相當之低，因為其實你正義呢樣嘢其實冇人可以做得到啦嘛。咁點解我會講呢個説話咧？就係啱啱先喺做節目之前嘅話咧，我就見到有一則貼文幾有趣嘅。咁就係兩三日前咧，咪有一單新聞就係話有3個警察，跟住就見到有條蛇，跟住就徒手捉咗佢嘅，係咪先？咁啊捉到嗰條蛇咧係一個女警嚟嘅，女輔警輔警警長。咁跟住咧就有一個疑似係呢一個女輔警警長嘅社交貼文咧，就出咗嚟咯。咁跟住就網上面被廣傳咯。咁呢則貼文點講咧？就話好笑啊！即係你睇完之後咧，我感覺就係話呢個係咪真係警察嚟㗎咁樣？即係捉嗰條蛇，佢點樣去講咧？佢話正義可能會遲到，但係永遠唔會缺席。跟住所以我入咗去女廁裏邊咧，我捉嗰條蛇，我話頂你個肺！捉到條蛇叫做伸張到正義啊？唔係啊嘛？而家啲警察嘅質素咁鬼死低嘅，即係正義係一種善惡嘅行為，而唔係話見到條蛇啊有市民受驚恐，我幫到佢手咁啊，叫正義啦咁樣。如果呢個真係代表咗警隊嘅一個即係水平嘅話咧，咁正義呢個字咧，其實真係被輪姦得、被強姦得好緊要咯。喂，遲啲打隻曱甴死咗啊，都係正義啊咁樣。係啊，2019年啲人咪就係咁講咯，動物化咗，唉，真係件事真係搞笑。係啦，咁我哋第一節應該差唔多啦，係咪啊？兩位仲有冇嘢補充咧？好啦，係啦，咁啊，我哋第二節嘅時候咧，就同大家繼續去分享翻《夫盡天下事》啦。第二節再見。